沙溪佳兆業大都會50萬4房，5年前120萬，而家只需要50萬。你冇睇錯，冇聽錯，就呢棟樓複式電梯，跟住我鏡頭睇樓，70方稀缺嘅戶型，夠靚仔咧。客廳、餐廳呢個全部係標準，交俾你免費嘅。睇埋北邊嘅陽台，40年冇任何改變嘅，唔會有遮擋，喺園區好舒適。樓下一間房，一個洗手間，一個廚房，展示。嚟上埋2樓，樓上3個房間，呢啲咧就係複式啦。中空廳呢個房間展示，呢個 Only Gay。3間房全部展示下，呢度 Only 機嗰陣時咧就要細聲啲啦。50萬啊！呢個咧就係成棟樓咧得40零套，一層咧得2套呢個戶型嘅，非常之稀缺。50萬出街，價錢仲有少少可以傾嘅，有諗法即時 call 我。